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扶庇我，在世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掌夸胜，扬声欢呼，因为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他要将哀哭变为欢笑，将崎岖变为平坦。他已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扶庇我，在世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啦啦哒哒，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继续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扶庇我，在世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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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他要将哀哭变为欢笑，将崎岖变为平坦。他已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赋予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啦啦哒哒，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赋予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test Michael test。然后特委员就是退场，然后等在下。我请特委员退场就在下。好，前面那你会请他们录？对，然后再下对，就是他们要进来的时候，你就音乐下去。对。好，就是请奏乐，我会是，对，好。Michael test。你把书交给你，就是利用这个。安尼干嘛他管？忘记。咱在座幕长加咱所有来宾，咱搁剩1分钟就要准备开始，咱搁剩1分钟就准备开始。咱若要去化妆室的我睇有问张了135135咯，好，谢谢，好。11414567，好，因为今仔话唔捌来过咱家人，请咱互人知一下。咱要礼拜进行而且嘛，请咱为着要礼拜庄严进行咱请咱的手机关震动，还是甲切做静音还是关机拢会使为着互咱礼拜会当庄严未交了着咱礼拜的过程咱会当先甲咱的手机先切静音，还是关掉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陈碧史牧师就任受职感恩礼拜，礼拜开始，请走到，请咱全体会员请起立，请特会员进入。
请坐。选调，伊有所赏识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信徒招备来做车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躯。列位主内兄弟姊妹，照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陈碧志牧师已经受到嘉南教会同会监选通过甲聘请，也得到咱中会看做推动。这是咱组织伫遮来举行圣会，并举行陈碧志牧师就任感恩礼拜，愿主来赐福咱这个典礼。这是咱要来请咱会众起立来吟信诗，信诗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齐声感谢上帝，也当人民头万岁，圣经讲世世的圣会，是阮救人家免罪，上帝稳定极大无比，耶稣为人来受死，咱也可以朝着远行，到为看当的脚印。上帝圣会遍宽遍的，原本咱当是一家，欢喜真理，耶稣圣会，甲被上帝三交杯，上帝圣会无论路有，我可基督的追求，不归变全无分彼此，天的只有一个主。原本主点天顶成熟，甲我讲世受艰苦，请求人类脱离死罪，引带情人的圣会，星星美丽保护照顾，灿烂好大行天路，对主脚步，天在行，为准道的天声。这是嘛，请咱大家有缘搁徛咧，请咱同心来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道义真神，伊是主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
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到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毋忘的记号。愿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忍耐、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愿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文字，迫害人万灭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咱请两位兄弟大家就座，请坐。祈祷要请中尉长老带蔡新元长老。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愿主内众兄弟姊妹，今仔日伫这个时间来到你所设立的圣殿，为着丹碧士牧师就任迦南教会的第6任主任牧师献上祈祷。这个教会对设立发展到今仔日，愿相信拢有你所应允的祝福，如同你将迦南地赏赐予以色列人一样。虽然经历真济挑战，但是伊犹原信主的人见证你的信息永无改变。感谢主，你带领丹碧士牧师经历无同款的所在，无同款学习的服侍。伫服侍的路途当中，一定有拄着真济困难，但是阮相信你拢介入的，是随时会帮咱。你甲阮讲，草会干，花会谢，但是你的仁爱永远存在。伫未来的日子，愿犹原仰望你，为伊你祈祷。愿你的话语刻条伫伊的心内，互伊无离开你的教示、规律甲命令。愿伊的服侍会当得到对天来气力，成做教会祝福。阮也为着迦南教会忠直同工献上祈祷。你对无同款的所在呼召因来教会。赏赐因无同款的恩赐，成做教会肢体，彼此成全，就着参与服侍，互因明白你奇妙无比的美意，也看见人的软弱、微细甲有限，就着我靠你，互阮的性命变做无同款。愿你的灵保守因的服侍团队。互因成就美好的见证。愿上帝就是迄希望的水源，因为阮对你的信心，互阮充满同样的喜乐平安。互阮的希望照着圣神的气力，不断来成长。愿上帝祝福温上加温，日上加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读圣经请咱中医长老吴新明长老。咱做伙来看圣经《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第二个所在是14节到17节。隔日，约书亚透早起来，甲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设城，来到约旦河边，因伫遐扎营，听候过河。过3日，官长到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恁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的光上主，恁的上帝约柜，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随伫约柜的后面，互恁知着行倒一条路，因为恁毋捌行即条路。毋过恁甲约柜大约着离1公里远，毋通我上近。约书亚对人民讲。恁着甲家己分别做圣，因为明仔载上主要伫恁中间行奇事。约书亚阁对祭司讲：恁将约柜起来，行伫人民的头前。因就将约柜扛起来，行伫人民的头前。人民离开布棚，要过约旦河的时，祭司将约柜行伫因的头前。迄时是收成的期。约旦河的水常常流过溪岸，祭司将约柜来到约旦河，因的骹一个稳着水，上流的水就无搁流落来。伫离真远的撒拉但附近的亚当城，正做水墙，无搁有水流入阿拉巴海，就是盐海。人民就对耶利哥的对面过约旦河，将上水。约柜的祭司伫约旦河的大地徛定定，以色列全体人民拢行大地过约旦河。这是咱要请嘉南教会圣歌队来学乐诗歌，一首欢喜快乐的歌。
讲道要请咱新竹中会副议长黄玉文牧师来讲道，提拔一条新的路，一条新的路。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主你恩典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来回应你的呼召。主，虽然我们在不同的位分上来服侍，但是主，我们都愿成为忠心的仆人，来侍奉你，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3章。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曾经在夏令营的时候，得胜少年的时候，我们有跟着去溯溪哦。那这个溯溪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是又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因为其实虽然会游泳，但是事实上感觉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所以当我们穿好装备，就是穿着这个防寒衣，又穿了这个适当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跟着教练就开始往前行。那当然同队的不止我，还有我们一队一队的大概10个人左右这样子，就一队一队的往前行。虽然知道身上有穿装备，但是心里还是会很紧张。特别有时候碰到一些这个湍流比较急的时候，要爬上去，那个真的我自己以为我身手矫健，可是在这个这个急流之前，我才发现我真的是手脚实在是不太能用哦，就发现手脚有点短啊，我都需要比较高的人或者是弟兄把我拉上去，我真的自己要攀上去都很困难。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后来到一个景点，那个景点就是这个教练就跟我们说，来，请你们往上看。我们就是往上看，他说，待会呢，大家一起从那里上面，这个最后我们一个点，就是也是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必须要有所突破。等一下，大家要从上面跳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就这样往上看。这是几楼啊？看了实在是很害怕，蛮高的。然后他就说，待会你们如果愿意的人，你要自我突破，你们愿意的人，那你们可以往上爬。那教练会在旁边鼓励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装备都是安全的。看着这么高，我心里其实很担心，但是大家就说，牧师，你既然都来了，你要当榜样啊，你要往上爬呀。我心里一方面很紧张，我也很想往上爬，但是我脚在抖。但是因为弟兄姐妹，应该是说年轻人的鼓励之下，我就勉勉强强往上爬，虽然我脚一直在抖，我尽量不让他们看到。等到我往上爬的时候，我就往下一望，真的是蛮高的啊。他说这个还好，这个3层楼，而且水够深，你跳下去之后就会浮起来，因为你穿着救生衣。我心里想，我也知道跳下去就会浮起来，但是要跳下去啊。所以有年轻人就说没关系，牧师你会担心，那我先跳。我就说好，你先跳，你先跳。哇，他一下就跳下去，非常完美的姿势就落水。我说好像没那么难。第二个也说，我先跳就跳下去，好像没那么难。结果后来我就想说，没关系，你们都先跳。我最后看他们都是成功之后，我想应该我没问题了。就有一个孩子就说，牧师我不要最后一个跳，我可以在你面前跳吗？我说好。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开始，我就看到他的脚在抖。我其实好担心，我好怕他滑下去，因为一定要往前跳，因为教练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要往前跳，跨一步才能跳下去，你不可以滑下去，滑下去会撞到后脑袋。我看着他在抖，我其实好害怕他滑下去，所以他往前走一步又退回来，走又退回来。我看着他，我都心想说，我本来觉得我还 OK， 我看那里我都觉得我不太 OK 了。好，那当然后来他就选择他不要跳下去。现在轮到我是最后一位。大家觉得我会跳下去吗？好，感谢主！我就在那突破当中，大家都在下面说：“牧师，你加油，你可以的，你就轻轻跨出那一步，就要踏出那一步就可以了。”我心里想说：“我知道，但是我脚在抖啊。”后来我想说没关系，大家都这么鼓励我，我一定要跨出那新鲜的那一步。所以在最后，我就咬着牙。闭着眼睛，我就努力的跨出那一步。虽然我开始抖哈，所以我跨出那一步其实是不太完美的落在水上面，我是有点像摔下去一样。但是至少我下去了。好，我想今天的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当约书亚带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约书亚的领袖，他带领着这个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对面就是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横在他们前面的是这个
这个河水泛滥的这个约旦河，面对这个约旦河，要过还是不过？过了就是应许之地，不过当然就留在旷野继续漂流。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了这个清早起来的时候，他们离开了神庭，来到了约旦河，就住在那里，要等候着过河。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是这些以色列人，看着这个漫过这个两岸的这个约旦河，我心里又很害怕。我想说，哇，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河？这个看起来是这个泛滥的时刻，我大概等那个可能这个水比较少的时候过去，可能还勉强。那这个泛滥的时候，就算游泳要过去也是不容易的哈。对，然后所以他们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在等候，因为他们看到对岸就是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那个他们心心念念在旷野漂流那么多年，是他们父亲、他们祖父辈所说的那个迦南美地就在对面，但是约旦河横在前面。他们期待有一天可以跨过约旦河，可以到对面。但是上帝带领他们在这个时刻要等候。神不是说马上为他们搭一座桥，让他们全部都一起过去。神也没有叫约书亚可以举起他的杖，然后就说：“这个约旦河就分两边，他们就过去。”神这次的方式都不一样。神要他们在这时候要等候，等候他们预备好自己的心，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他们愿意每一个人都顺服上帝的引导跟带领。因为这过去不是只有约书亚过去，不是只有祭司领袖过去，是全员都要过去，连他们的牲畜都要过去。所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要他们等候，但是他们这等候的时间，他们并不是浪费的。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们聆听了约书亚还有官长吩咐他们的话，并且做好预备。他们这个官长透过这3天的时间，告诉他们说，这个约柜会在前面行。当他们看到约柜行的时候，也就是约柜开始动的时候，他们就要起来，也要跟着约柜来走。接下来他们说，约柜开始走的时候，你们要跟在后面，大概1公里，就是1000公尺，2000走左右，然后看约柜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接下来他们说，你们要自洁，也就是你们要预备自己，你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预备的过程。等候上帝的带领，也预备自己的生命能够过约旦河。他们在这过程当中有点像我当时一样，在穿装备，要穿好装备才能过河。他们其实也在预备自己。我们就看见说，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的等候需要耐心，需要相信，他们需要相信上帝有他奇妙的作为。有可能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也会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看法，或者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或者是我们的期待。这是我们看到神第一个要他们的是要他们等候。在这个等候当中，他们开始预备自己。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说，虽然他们要过约旦河，但是他们必须要顺服去听上帝的话语。其实在经文当中不断告诉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这句话不断是神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告诉这些官长，官长在告诉百姓，也就是神怎么说，领袖就怎么说，领袖怎么说，同工怎么说，而同工说了，百姓就听了。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他们要过约旦河，他们需要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引导是什么，他们需要知道上帝的带领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神的话都是我们的引导，是不可或缺的。当以色列百姓听见上帝的话，就知道怎么行，就知道上帝在他们的当中。诗篇119篇105节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引导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无论是我们的服事，是我们的职场，是我们的在家庭的生活，上帝的话引导我们。上帝的话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学习，来分辨。我们看见第二点是，他们不但是等候上帝，他们也等候上帝的时间，他们也聆听上帝的话语，要照上帝的话语来行。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他们也定睛在神的约柜上，要跟随的约柜来前行。上帝的约柜是以色列最神圣的宝贝，代表上帝的同在。
所以当神吩咐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首先就要建造的就是约柜，还有施恩座上这样的一个样式。而这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同在，也代表神透过神也在这个约柜的时候对他们的心说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约书亚提醒这些百姓，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约柜，定睛在神的同在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看环境，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失焦。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裹足不前。就像以色列百姓，如果只是看到约旦河这么泛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要尝试。但是当他们定睛在约柜，看见神怎么带领，他们就怎么跟随的时候，他们要一起过约旦河。这条路是他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但是也是需要跨出信心的那一步。就如同我要经历那个溯溪最后一关，我需要跨出那一步。虽然可能有点不太好看的这样子下来，但是那是我信心的那一步。我们看见面对泛滥的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他们被吩咐要先站定在约旦河中，河水才会分开，才会才在两边成为这个屏障，立起成垒。如果是你是那个领袖，你现在抬着约柜，远远的一公里后，有一群人看着你要踏入约旦河，你会怎么行？当在下面有那么多人看着我要跳下去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要表现好一点，可是我心里很害怕。我必须要踏出那信心的一步。我在想，这一群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抬着约柜，他们的动作都是成为百姓的引导。他们有一个任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以色列会众的心。而如今约旦河在他们面前是泛滥的约旦河，不是那个小小的溪流。他们必须要跨出那一步。当他们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当他们同心合意抬着约柜跨出那一步，当他们脚碰到约旦河水的时候，我们看见水止住了，约旦河的河水止住了。神没有先把约旦河的河水停下来，而是要这一群领袖，这一群同工，先把脚踏在水里，踏出那一步，水才停下来。很多时候，成为领袖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他是一个信心的表率，或者是一个带领者。但是当领袖、当同工，他们开始愿意往前跟随神的脚步，跟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成为首先经历到神大能的人。这一群祭司，当他们脚踏入在约旦河中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掌权，他们自己踏进了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也帮助弟兄姐妹，也就是全以色列会众走当走的路。这一群祭司，他们是神的使用，更是百姓的榜样跟祝福。我们看见他们不只是祭司踏进了这个约旦河，这一群百姓，他们也一起过了约旦河，没有一个人是落下的。他们一起同心合意，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成就了奇妙的大事。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大水中开道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神不只是在以色列过河的时候行了这样的神迹而已，他其实一直都在前面带领着以色列人。他不但开路，他还在前面等着他们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是我们迦南教会一个重要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前面有许多的艰难跟挑战，就像我要踏出去之前，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但是我知道我踏出去，我接下来就会在水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前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跟艰难，但是我们需要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彼此一起同心合意。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一起渡过了约旦河，一起进入到神的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他们之后也一起要在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一起征战。而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想也是我们迦南教会很重要要跨越这个约旦河的一个日子，是我们要同心合意，让领袖、让牧者、让我们的小会员、我们的长老执事带领着我们一同前行。在这前行的过程当中，求神继续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单单定睛在神的引导当中，也让我们一同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去经历到约旦河在我们前面打开了，而我们全数都要进入到迦南美地。这样的时刻，这样特别的时刻，你们预备好了吗？你们要跟随着神的带领，与牧者、与长老、执事一同前行吗？预备好了吗？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才能站立在你面前，就如同当时的约书亚一样。主啊，求你的灵再次更新我们，不被过去的方式或经验所束缚。当你呼召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就能愿意顺服你的引导，走向这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是一条新的道路。主，求你赐给我们柔软顺服的心，乐意在你的面前成为洁净的器皿，被你来使用。但主，求主你坚定我们的心志，无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带领，或者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感受到主你的同在，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清楚从心里面相信，原来你已在我们面前预备道路，并且等候我们过去。你是永不误事的真神。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是咱的吟信诗，伫吟信心之前，牧师者先说明。当咱吟到第4节的时，请咱的迦南教会，咱的会员咱的长职甲咱的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刷控你的骹步来到礼拜堂讲台前准备洗浴。另外佫请4楼有会员籍的迦南教会这兄弟，若行动无方便的。你毋免落2楼，但是当你洗浴的时，请你伫原位徛起来，大声洗浴。请咱即时大家起立来吟信诗443首，阮搭伫主圣殿。阮搭伫主圣殿。要行就一个地，路步恭敬伫主面前，你是最理清。愿主赏赐在应，予你心地纯情，带领。你一定是心都通的造就，属于地位同大，情得有大亏难，拥护真理，良心无悔，灌溉最人还。有时拄着困难，我
过世日日经营，各国世界作因，救灵服务专心，何主情最坚定落幕，让你所的快乐。请坐。这是咱要来誓约甲宣告，要来请咱新竹中会议长吴富林牧师来主理。不要紧吼，等一下咱会友若无方便会当小坐一下，等一下咱不管伫倒一楼，甲咱教会的小会会，只要是咱在职的会友等一下。听我的指示，咱等者宣誓的时阵，咱遐徛起来，大声来誓约，安尼就会使。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要照教会规矩来设立陈必志牧师做迦南东会的牧师，担当主所交代的性质，所以这时。是牧师甲东会信徒做伙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誓约的时刻。这是我要请必志牧师来回应我等一下问你的问题，请你用大声或是用应答来回应这个问题。你当要领受甲咱教会牧师重大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有。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要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我确信。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教会中特定号的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欲要安尼行也无？我要。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为师明德信仰个别，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我接受。你愿意做迦南东会牧师，有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圣会也无？我愿意。长老教会是起做伫上帝的话，说出你以后所信所传无所行，无照教会法规，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规则也无？我肯。这是我代表中会爱唤起东会信徒，在这个时间，也就是信徒诚心奉献、立约、立志誓约的时。这点，我等一下问的问题，要请咱不管坐伫倒一楼，这时请咱会当用起立，伫你原地来大声应答我这时所问的。安尼就会使。检查咱无方便来到遮，总是不管伫倒一楼，透过这个转播，请你起立，大声来应答下面我所问的。恁有相信线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也无？有。恁已经聘请陈必志牧师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线供应伊、通服伊利益教会。恁要安尼行也无？伊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承受顺叹，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
特殊，若双方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递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你是捌愿正人的心的，佮照你所听，警调人做你圣工。伫你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误会、卑微佮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伫你的囝的血，阮得到赦罪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万人中敬人甲你同工，这是何等的荣光！互有限的人参与对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侪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谢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求你监察你采用，但必是牧师即时徛伫你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因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罗卜为伊的祈祷。设立伊做牧师来照顾你正羊群，主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赞伊尽力对天所调伊的迄个调，求你甲伊同工占伊的气力，做你好的采用，互伊会晓伫工作中仰望你，缀你圣模样引带你的羊群，相信伊的心有智慧。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帮赞因，互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木得到安息，使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羊放杀性命的牺牲，使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山谷找失迷倒转，使伊有自信；亲像你抱羊仔伫行前，带全群伫头前，无论欢喜、艰苦、富足，也是避震。求你互伊无袂记得今仔日的誓约，对你受职来做牧师，互伊尽职分。到徛伫审判台前，对你通得到学了讲好佮尽忠的罗卜。主，阮也为着你的教会，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赏赐，互你的教会成做上帝完全的器躯，求上帝保守扶持，祝福人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宣告，我要请全体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兵，接落你陈必志，正做迦南东会牧师，线通知正信徒在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你的。当你受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都无兴起上帝的国度，就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家事，常常关心这个事，因为安尼行，要救你，甲听你的话的人。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请坐。来接纳首先，咱请咱的特会员先来握手礼，刷接来咱本庄的牧师，然后甲请咱本堂甲咱教会现任的长老、小会员。请咱本庄的牧师。咱在场嘛有其他教派牧师嘛会当会当来头前握手吼。
咱即时也要请咱迄个即马的小会议长林碧秀牧师来移交。小会长了，请恁出来遮啦，歹势。小会长了，较重要，歹势，咱的小会长了对。好，咱即时要来请咱小会长林碧秀牧师来移交印信甲艺术乐谱，互咱的陈碧吉牧师。这是咱请陈碧吉牧师来讲就任词。主内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兄弟姊妹、牧长、来宾，大家平安。伫我的头前，有不是只有3张，3叠纸啊。这3叠纸呢，这一张是我申请绿卡的核准信，好，这一张呢是这一张啊。好，是波士顿教会在3年前给我的聘书。这一张呢是我在美国跟牧师娘买房子的证明。好，这是我跟牧师娘人生当中第一间房子哦。这3张纸，这3张的纸，伫今日的下晡这个时阵，正式走入历史，成为壁纸，壁纸。感谢上帝，伫过去9年的时间，赐我一个美国梦美国梦，互我有身份、有工作、阁有厝。总是今日下晡，这3张，拢真侪历史。但是因为上帝带领甲迦南教会邀请，互我这个美国梦，不得不轻信哦。但是上帝互我醒起来以后，我阁得到3个阁较水的美梦。我的第一个美梦是我对2002年大神毕业到单，上帝一路带领我服侍台南纽营教会、桃园迦南教会、桃园加根教会、拉斯维加斯台美教会、夏威夷长老教会、波士顿教会、盘顶教会、甲台北公馆教会，安尼拢总几间。8间，上长的10年，上短3个月。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不可以求上帝不要再让我换教会了？可不可以？毕业22年来，我总共搬10届的厝。我的儿子高中念了6年半，好，昨天终于考上第一间大学了。我的小女儿国小就读了5间。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
我们全家可以不用再换教会了。我有第二个梦，大家也不用再换教会了。阿们。上个世纪，我在念台神的时候，经常听到长老教会青年流失到灵粮堂的议题。在我过去做青年牧师的经验，我深信长老教会的青年是唔免换教会，你有相信无？感谢主，嘉南教会在过去的5个月以来，有50几位兄弟姊妹转出会籍。真侪兄弟拢去开拓教会，感谢上帝。总是嘉南教会嘛，伫一个气氛非常低迷的阶段。我有一个梦，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拢要伫教会长大成人，无搁做囡仔。咱的信仰是要坚固，没有飘来飘去。而是定根在上帝的教会，阿们。教会是彼此相助，好帮助的助，而不是彼此相助，蛀牙的蛀。好，咱是教会，我的梦就是无论你是伫台中，你是伫夏威夷，咱永远都是同一个教会。大家嘛唔免讲换教会，较大声的。我最后第三个梦，陈定南当立委的时候，伊捌应用这句话：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用这句话挑战迄当时的行政院长。宗教改革到今年507年，上界大的贡献。就是互上帝赐予人的权利，无受到世界的腐化。上帝的权利不受到世界的腐化。长老教会精神其中之一，就是万民，中文叫做信徒皆祭司，万民皆祭司。嘉南教会对1981年开始实施中级的轮休制度，几十年来，总共栽培出家己55位的长老，100几位的执事，阁有上百位的小组长。这证明，教会中间每一个信徒拢有机会，亲像祭司同款来服侍上帝。2礼拜前，我甲兄弟姊妹来分享讲。牧师绝对唔是教会的头，牧师上界只会当做教会的什么？阿妈棍，因为是头甲身躯中间迄个，所以虽望这无拄拄下伫圣经，但是每一届我穿着牧师服，挂伫阿妈棍，这个代表提醒我家己爱护基督做教会的头。我真欢喜，很高兴，弟兄姐妹都叫我博智牧师，念快一点就变博智牧师，如果是原住民的弟兄姐妹就博智牧师。基督是教会的头。我的第三个梦就是，我们都不要有大头症，立法院的立委们也不要有大头症。所有的教会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大家一起说：阿们。好，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对我1997年报考台神，一路到今天，在这条路帮助我、看教我、扶持我，甲为我祈祷的这厝内的人，甲主内的兄弟姊妹，我非常的感谢恁。总是因为时间有限，时间有限，好，现在应该是超过5分钟了。我把完整版放在我们的程序单上面，赫兹的 QR code。好，所以不管你有看到还是无看到，我对恁拢充满感谢，非常非常的感谢。最后的最后，
我要对迦南教会的会友讲，那个爱做梦的陈牧师又来了，又来了，请不要浇熄他的梦，恳请你们帮助他，让他的美梦成真。谢谢，多谢。这是咱要请搬顶教会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为了主的荣耀。
好，来，咱煞接要来敬善礼物。首先，咱请嘉南教会的长老林顺正长老代表教会敬善礼物，予咱的前小会议长林碧秀牧师。咱辛苦林牧师嘛，辛苦咱嘉南教会小会员哦。来，煞接要请咱嘉南教会董事长陈长比会长老来代表教会敬上礼物，互牧师。然后咱要请咱嘉南教会长老陈淑清长老代表教会敬善礼物，互赖静怡牧师娘哈。对。这不是阮查某囝，这是阮太太哦。牧师娘。来煞接，咱要请单位请台湾新航医代表彭志荣牧师要来送礼物，互陈博志牧师。来，我2014年做新理中会议长的时阵，博志牧师是新理中会书记哈，欢迎伊过一摆转来将议长做完，谢谢。是倒一个议长啊？这是咱长老教会总会前议长吼，好，才拄啊过期尔。好，来请咱教会公部的代表方南提牧师嘛来送礼物，互陈博士牧师。大家拢爱讲话吼，我顺着博士牧师的话吼。就也当逐梦踏实，美梦成真。咱这位公报社的社长哦，是足用心的社长哦，吼，伊人还没来，礼已经先到啊，吼，而且是2礼拜以后的肉粽哦，吼，肉粽都已经送到厝安尼哦，真感谢咱的本牧师，吼，嘛祝本牧师身体健康。好，咱阁有其他单位也是迄个有要来送礼无？好，感谢主，我代表中华财团的理监事会来送贺状。他以前也是我们读经会的灵修同工，我们桃园读经会还在，继续来加入我们桃园读经会，加油加油！谢谢董牧师，谢谢。感谢主，牧师我伊细汉我看伊大汉，伊的爸爸妈妈也是牧师娘，阮好同工啦，拢总有超40几年。做伙同工，感谢上帝会当安尼代代相传，拢是做牧师，后摆搁落去也是甲牧落去，感谢主。我代表大台北牧师同工联导会，甲牧师协会，阮做理事长甲主席，代表来甲恁恭喜，愿上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福气啦！这是廖叔叔、廖长老，即马是廖牧师哦。
好啊，廖牧师你无介绍，好，咱还有一个就是请廖牧师来介绍咱林牧师。啊，感谢上帝吼！我甲昨才接到请帖，讲要来就任，较早有风声，啊，因为我拢无闲。真感谢主，我拄好今仔日下早起伫北德的阳明基督教会，我带歌星，我即马出门拢每一个中视、台视、华视的歌星，啊，拢带因去国教会、搁台湾的家乐，拢去做音乐报道、培灵训练，对台湾甲世界。感谢主，今仔日都排来北德啦！啊，我听到讲哈，今仔日就任，无论阿人爱来，好，所以我就真欢喜。我今仔日邀请特别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或者林和成牧师啊，感谢上帝，伊唱的歌，或者生命之歌，用生命震撼人的生命，让浪子回头。啊，伊本身就是浪子，较早是拍手学道的，悔改信耶稣了，为上帝发光，唱出生命之歌。今仔日真难得，下早起是北德，今仔日专工来个嘉南福气啦！啊，恁来听到福气，咱掌声拍手欢迎啊！林和成啊，牧师啊，牧师娘，哦，感谢主哦，因两个啊相对对，本来是一个健康勇健的人，做海军啊，相当是陆战队的，结果安尼去互一个朋友安尼对楼顶甲车落去，怎残废？伫安尼的中间，最后才认捌耶稣基督。伊认捌耶稣基督了，感觉拢人生无效，要安怎娶某？上帝甲备办一个同好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拢安尼甲伊同工。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恭喜陈柏志牧师就任迦南教会第6任的主任牧师。愿上帝祝福牧师有能力、有肩膀，带领弟兄姐妹，带着福音的使命向前走。远东福音会台语旷野吗哪林和成献上一首诗歌《无限的爱》，谢谢。声音可以大声一点吗？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
何况是完全的爱。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谢谢，愿主祝福大家。感谢林和成牧师哈。来，咱煞接要来介绍啊。陈博士牧师伊是七星中会暖暖教会出身牧师娘是七星中会台北公馆2020年迄个台湾神学院毕业后来他牧师有讲到，伊去嘉义中会柳营教会侍奉，2005年取得牧师资格即摆来煞接要请牧师来介绍家己的亲人多谢咱的书记李牧师。好，伫遮我来介绍我的亲人好，首先介绍我的爸爸妈妈陈牧师甲牧师娘。因即马住伫田中的所在是阮爸爸出世的故乡真感谢因，今日透早就坐高铁来即马高铁足方便的所以来遮真近比起迄个美国波士顿较近多谢请坐。搁来介绍牧师我的牧师娘的爸爸妈妈，我的丈人甲丈母赖照明长老甲即个陈春菊长老娘。搁有阮即个牧师娘的即个弟弟就是我的姑嘉宏甲心怡甲伊的儿子这个佑心子欣伫即个所在全家来介绍因。请坐过来是牧师娘的阿伯是即个嘉义中会拜因教会的长老甲我的阿母即个赖教辉长老甲伊的查某囝佳慧姐姐伫遮好我阁有看到咱即个暖暖教会的长老王清池长老是毋是有来到遮真感谢多谢阮细汉的母会小时候的母会。还有长老娘还有女儿思雨哇，很高兴看到你们。好还有就是因为知影讲今日人足侪，所以家己的亲人朋友拢无邀请介绍，所以恁今日会当收到这个邀请卡对廖牧师实在很厉害我就是挑工无要互伊结果伊竟然阁有来搁带这个林牧师来所以真正走袂去所以
其他的亲人吼，其实无特别邀请吼，但是咱如果是今日无介绍到的，我是非常感动嘛，非常感谢吼恁的参与。好，你特别搁一摆吼来感谢咱即个台中的搬顶教会吼，吼即个诗班吼，搁咱的兄弟姊妹吼，坐游览车甲开车来到咱的中间，吼，咱嘛搁一摆拍拍来感谢，吼，多谢恁。甲咱遮的牧长吼，搁有来今日参加遮的贵宾，吼，包括坐伫2楼、3楼、4楼、7楼、1楼，吼，毋知有坐到地下室无？好，但是非常的感谢恁吼，好，所以真感谢，好，晚上大家拢是咱伫主内底的亲人啦，好，在主里面我们这是一家人，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都一家人。还要谢谢在网络上面好观看直播的家人们，好，感谢你们，多谢，谢谢。还有牧师娘没有介绍。我还介绍呀，对对，结果。家己的厝内底人拢袂记哩啊！好，我的家好像都在外面，都不在家里面。好，我搁介绍哈，这无请因起来好啊。好，来，请我的牧师娘，好生来到台前哦。大女儿，好，小女儿，好，来到台前。好，天天看，所以看到有点忘记了。好，这个牧师娘叫什么名？赖继。好，儿子叫做什么？大女儿叫做，小女儿叫做，甜甜，大家拢有通过考试这两个拢是伫桃园出席的，所以是咱桃园人啊，所以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下面咱来要来读贺片吼，请咱嘉南教会咱的社会书记陈明哲长老。敬听的特会员，咱主内的各位牧长，以及咱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条我要来读贺片，吼，特别读贺片的大声。要来感谢上帝，以及咱的总会、新德中会、台湾新学院，以及咱主内的正教会，以及桃园市政府等等，对阮嘉南教会关爱疼惜甲祝福。到目前为止呢，阮收到的贺片总共有59封。今年阮嘉南教会设教。拄好是59周年，感谢上帝的恩典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主上帝，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只有读其中的3封的贺片。今在主里，衷心祝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德中会、嘉南教会举行陈柏志牧师就任嘉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最主忠仆，最有良牧。我求告的时候，你回答我，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你必定成全你对我的应许。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愿上主赐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9届总会议长张培礼牧师、总干事陈信良牧师以及全体总委一齐敬贺。主后2014年5月26日，咱再来看第2封的贺词。今在主里，衷心祝贺。陈柏志牧师就任嘉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忠心事主，兴旺福音，牧养信徒，应行益人。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新德中会议长吴富仁牧师以及全体中委一齐敬贺。主后2014年
5月26日，第三封的贺词。恭贺嘉南教会陈碧志牧师就任第6任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庆祝良牧牧子民造就信徒学主样，昆传福音上新温，福德乡里变四方。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台湾新学院董事长胡明成牧师、院长蔡珠伦牧师以及全体董事、同工师生一齐敬贺。主后2004年5月26日，咱阁有真侪贺词吼，甲即个贺片，咱会使参考咱的顺序单的后壁面。有一个线上的这个贺片，吼，咱会咧扫这个 QR code， 会当来看到咱完全所有这个贺片。以上。煞接咱社事，请咱嘉南教会廖颂辉长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你卫生组有准备真多无？我已经切过了张啊吼。感谢上帝恩典，今仔日嘉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陈佩志牧师会受职感恩礼拜，伫上帝甲在座每一位以及线长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来见证。在这个时阵，将来要顺利来完成。感谢中会议长罗富林牧师的助理、副议长黄玉文牧师一条新的路的勉励，中会书记李军牧师的助力，嘛感谢中委蔡成贤长老以及中委吴新民长老的读经，在这代表教会。恩言来感谢。同时，也要来感谢咱中会各教会的牧者、牧师娘，特别是也有参加伫今仔日中会中委，咱北大议长黄东培牧师嘛亲身来参加，非常感谢各位今仔日半工。因为今仔日是一个耶和华所定着的日，也感谢你甲阮三甲来欢喜。我来感谢恒恒对台中来搬顶教会的兄弟姊妹、信歌队，恁不辞辛苦来到遮，较咱乖赶转去。阮有小可准备暗顿啦，吼点心请你会当来享用。我想咧将近半年的时间，感谢中会来欢迎。洪文教会林伯淑牧师来担任嘉南教会小会议长，我想在协助顶面，伊若诚济咧礼拜中间对所有信徒的勉励，也诚济教会甲中会之间真好的交流，互阮会当甲中会有真好的沟通，真济代志的事务，教会在无遮的状况下面，也会当来顺利来进行。我想这特别。让我们拍声来感谢林伯淑牧师。马感谢你这段时间，咱有侪牧者来到教会，礼拜六也是礼拜讲道，互阮的灵性永远得到进步甲培养。所以在这个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包括林伯淑牧师、陈志仁牧师、柯英宏牧师，以及今仔日在座圣经学院。阮建民院长，特别当然，陈北志牧师讲同齐啦吼，总是真感谢主，在这个时间，恁诚侪阮真大安慰甲勉励。今仔日，阮听到搬顶教会来献唱祝福的诗歌，为着主的荣耀。今仔日礼拜，
对头到尾，拢是要来荣耀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名来传递得到敬畏，互上帝的名会当讲传，互人人会当得到救。我想这是对阮真大的宽免。感谢邦宁教会。事实上，当去年牧师离开了后，有人讲，嘉南教会可能7年无牧师敢来啦。总是咧合心同工会的时阵，但牧师又甲核心同工讲：啊，我愿意来。我想这是诚侪阮真大的安慰。啊，感谢上帝，伊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为嘉南教会伫旷野开道路的上帝。伊个找人小会正式成立聘牧小组，来短无到1个月的时间，2月初4，小会就通过正式邀请陈伯志牧师担任主任牧师。2月18，教会马上召开复兴同工的会议，邀请陈牧师甲牧师娘做阵甲同工来座谈。在座谈中间，阮听见牧师亲像伊拄仔讲的，伊希望有一个教会，互伊会当服侍到落尾，这是互阮真大的安慰。我想阮诚侪长老的人，啊，你诚侪同工的人，咱嘛是要服侍到落尾，是毋是安尼？咱来一生来跟对主，跟对主的脚步，接受牧师的劝勉，互咱有即种的心志，拢无偏离咧上帝道路。煞遮虽然像拄仔牧师讲的，咱有50几位会友，因到伫草乐教会来开拓事工，总是我要吐一句，咱68届总会议长所咧以卸任时所讲的话：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团结一致，荣耀上帝。议长我若袂记吼，请你甲我指一下吼。我想这是咱有角度的观念。所以咱爱彼此来祝福，那么爱感谢所有的咱的中职同工，特别是咱的小组长。咧教会艰难的时阵，用痛心甲实实在在行动来继续关怀所有的家庭。甲会友，所以咱咧3月24迄天的监选，366位的在职会议的出席，359票，会使讲100%来通过牧师的监选，咱普声将荣耀归予上帝。其中有一个插曲吼，当2月初4小会通过。正式邀请陈牧师的时阵，我就下晡3点，我就来，互陈牧师我讲陈牧师毋知吼，阮甲另外一间教会恁决定要去倒一间小会，早起已经决定通过牧师敢若回我一句话，真紧就甲你讲结果我对3点等到暗时10点，我拢毋敢敲互伊，因为牧师讲阮全家拢咧祈祷。我想咧祈祷的人毋通甲交叉，互伊继续祈祷。一直祈祷到我伫要困去差不多10点外，10点24分，研集会长老突然间敲电话甲我讲：你敢有收到牧师的消息？我什么代志？我因为我要困去所以我紧甲手机拍开，但牧师是10点22分来互我，讲伊确定要来嘉南教会。真感谢主，我特别爱感谢咱同辈介绍的3位，允琪、允杰甲允田。原来在咱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啦，所以陈牧师因兜嘛是民主的家庭啦，所以通过民主的野票，来全票通过讲要来咱嘉南教会，我想这是真值得感谢的代志。感谢兄弟姊妹，在座每一位，
在即个过程中间，为着教会屏幕，认真拍拼、合一的祈祷。我想上帝真真正正听咱的祈祷，咱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感动甲引传，在确的过程中间，互咱深深体会、真真正正了解上帝的道路甲意念。为了教会所备办的，拢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感谢每一位迦南教会的会友、朋友对我的信任、对小会的支持。总是小会游玩，也有真侪所在需要来调整，需要甲牧师做阵来拍拼，以及改造的时阵。所以感谢黄牧师甲咱讲，咱今日开始。要行这条什么路？什么路？一条新的路，是一条新的路。中昼我到八楼牧师馆，拄等到牧师馆个牧师妈，牧师妈讲恁老住对面往对啊，牧师妈来讲，这是天桥安尼哇，安尼你的构想真好，今日市长无来，我爱甲市长建议，对阮国泰府搭一条天桥过来。安尼后摆要信主的人，拢通过什么教会？迦南教会我来建议看卖啦今日市长无来，甲咱送花。我从最后我要来讲内地会的宣教师戴德生有讲一句话：如果我有1000万英镑，中国可以随时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因为这样的认知，伊真侪中国福音的祝福。明年是迦南教会60周年，嘛是福音来台湾160周年。咱感谢主，咱林北主，咱会当坐伫遮。我要感谢所有筹备今仔日。受这感恩礼拜所有的同工，恁真拢真辛苦，搬桌搬椅音控、录影、献诗，遮侪代志。但是，咱咧合一的心智中间，会当来顺利完成。感谢主。最近拄牧师嘛有讲，国会真闹热，对毋对？有影。但是我就想到一句话。若要天下无事就不要看电视。但是我又想到一句话：那如果家里要有事，就请你多做家事。今天迦南教会有事，我们要不要协助多做一点事？要，大家讲的，我嘛是讲要。所以咱的誓约，不是简单的誓约。感谢主，互咱咧上帝面前，搁一届见证，今仔日的感恩礼拜，真真正正是上帝恩典，甲上帝听咱教会。最后，我也搁再一摆感谢特会员，以及今仔日所有参加的贵宾、兄弟姊妹，带互阮迦南教会满满的祝福。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咱咧中间爱欢喜快乐。今仔日礼拜。我相信的确真侪上帝对于迦南教会恩典的记号，请大家咱最后以同热烈掌声归荣光互咱上帝，阿门。谢谢。下面报告，咱要请迦南教会长老简忠义长老。各位部长、各位来宾、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感谢恁半工来参加陈碧志牧师的就任受职感恩礼拜。看下面礼拜煞以后，伫1楼有准备一份纪念品，代表教会对大家的敬意甲谢意。请每一位各种以上的兄姐免客气。第二，恁若有停车伫个太仓甲中华停车场的来宾兄姐，看下面请伫个1楼敬畏台遐等因仔，教会会补助2点钟的停车费。第三，
礼拜三以后的翕相的顺序请咱看按照咱的程序单来安排。若伫咧3楼、4楼或者是7楼、1楼的兄弟，恁有哪行有哪行，然后因为咱全体大合照是咧排伫第3位所以恁会当有哪行有哪来伫下骹小等者以上简单的报告。上映，请带者，请咱会长起立来上映396首。咱吟诗说，咱要请咱的陈柏志牧师来祝祷。踏尾山会求主赐福。阮心中上快乐，大家家人心爱互助，欢喜滚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应对主条路出路，应当官兵归主性命。总愿心志免惊吓，天之宝宝宝贝修饰，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位做光顶，教会分行对阮做起。所受灵魂命家天，阮的心声叫主帮助，那久那在阮无限，阮点无限，阮点无限，不当充满通世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的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赞，互恁会当成做耶稣基督教会的身躯，也互基督成做教会的头，互每一位牧师拢做教会的阿妈棍，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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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员退场，请咱会长阁共款徛咧。请坐。请咱兄弟姊妹请留步吼，咱即马要准备来进行咱的大合照吼，所以请咱的这兄弟，咱先留喺咱的座位吼。我后是有请恁起来的时阵吼，请咱的兄弟甲起来吼。咱请咱的特会员吼，会当来到头前吼，咱要开始咱的这个合照。